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2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台湾永早几百年前，荷兰人统治郑成功统治的时代，捌有人讲台湾当时是鹿仔的故乡。观众朋友，你敢要信？事实较早台湾真正山内真侪鹿仔，真侪人拢掠鹿，才交番啊出国销到对外国去哦。尤其真侪古早的俗语话，原来拢甲鹿仔有牵连。国政今日扣出几句来和观众朋友互相探讨一下。头一句咱来讲，永早迄款社会，咱嘛知影讲，一来好野善差真济，二来咱古早时代劳工要哪有权益，所以毋才一句俗语话讲，烫正脚的玉鹿，穿皮鞋咧食鹿肉。是啦，辛辛苦苦烫正脚咧掠鹿啦，但是啥物人咧享受？穿皮鞋咧享受咧食鹿肉，这总是讲资本主义的社会难免会发生。毋过，都是工人团结竞做伙，大家落去争取，毋则讲艰苦人，咱会当主张得到社会认同，得到政府指甲讲，袂当搁安尼生，或者穿皮鞋伫咧遐摆，烫正脚的人讲讲理无土头，袂当。古早社会确实安尼哦，确实是烫正脚咧玉鹿哦。毋过穿皮鞋咧享受咧食鹿肉哦，这就是因为社会有即款代志，毋才有即个俗语话说出来。尤其讲，你若即马即个时代，鹿仔都无比以早遐尼啊接看到，即马鹿仔真罕见啊！哪有即句俗语话？就真正国政安尼讲的，鹿仔的故乡事是真，古早的俗语才会说不真。较早真正讲食鹿肉，这真正享受的代志，才有即句俗语话安尼说出来。烫正脚的艰苦人伫咧掠鹿的时阵，到尾啊，拢趁落遐穿皮鞋咧享受。这袂输着咱较早无咱真侪俗语话讲接近的道理。你敢袂记得讲？永早解文说字，咱嘛捌讲过，讲烧肥的食气，即笑的困意，若拍面照皮，家己原来毋甘觉，讲会寒甲半烧死。过来，咱过来讲一句，讲因为以早真正鹿仔真稀罕，所以斩尾狗，有人讲会掠来鸡肉啦。斩尾狗，迄狗啊尾你甲斩掉，遮残忍。毋是，这俗语话是咧比评讲斩尾狗袂输。惊是鹿仔共款，因为鹿仔较好价，鹿仔较稀罕啊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咱另外俗语话咧讲卖肥鸡喘，卖有钱原来鸡好价人款，有无？确实社会真侪即款人，毋知即句话是真正咧痞想的。讲斩尾狗，你着鸡肉啊，无影真正的鹿仔啦。